暖和的春天、酷热的夏天、凉爽的秋天，接下来当然就是糖后了哦。寒天到来嘞，寒天到来嘞，寒天到来嘞，冬天到喽。在这个季节，最要注意的就是保暖哦，千万不要为了爱睡不惊老皮醉，这样是很容易寒到感冒的哦。赶快来看看今天要学的哈嘎巴来去。寒天到来嘞。哎，雨儿，你是怎样啊？感冒了？没有啦，就寒天都冷了，冬天来了，冷啊！当然啦。哦，寒天到了嘞，冬天到了，这么冷的天气，你穿这么少，当然会寒到感冒啦。你至少要穿一件 V 绳衣、卫生衣，或者是穿一件蓬纤伞毛衣，这样才不容易寒到感冒。可是我就不喜欢穿 V 绳衣跟蓬纤伞嘛，看起来像包肉粽哎，又胖又丑的。你真的是爱睡唔惊老皮醉呢！我跟你说，现在的 V 绳衣、卫生衣都做得很好，又薄又小暖和，不会穿起来像包粽子啦。看来我真的要穿 V 绳衣了，不然我真的会寒到感冒啊！对啊，到时候寒到感冒就不得了了，赶快回家多穿几件衣服再出来啦。复习时间，冬天到了，寒天到来嘞，寒天到来嘞，冷，卫生衣， V 绳衣，毛线衣，蓬纤衫，感冒，寒到，暖和，小暖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